這條航線每週的禮拜2、禮拜5的早上8點、下午2點，分別由台南的安平跟澎湖的馬公互相的這個開航。每年的6月到8月，也配合澎湖的花火節跟台南的將軍侯等節日互相開航。那我想這樣的一個交通船可以促進兩地的這個觀光的發展。這條安平馬公航線，其實在歷史上是很早有淵源的。台南的熱蘭遮城其實就是從澎湖的公歸尾城堡搬過來的所以很早這條航線其實就存在了。那今天很高興可以再連接這雙方的鄉親跟朋友，讓澎湖跟台南府城有更多的交流。南部的人要到嘉義的話，這個路程就是一個問題，時間上比較不好安排。尤其在高雄、屏東的話，這一些的人跟旅客的話，會更好的一種選擇啦。機票很難訂都訂不到的時候，那這個樣子的話，確實是解決了一個大問題啊。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今年暑假是台南邁向海洋觀光城市的重要的時間點。安平馬公航線結合了國際旅客推薦台灣必遊之地，台南、安平以及最具代表性的海島旅遊地澎湖，串聯了2個城市之間，展開了國際跳島旅遊的觀光優勢。台南還有從將軍漁港出發前往澎湖南方4島以及鎖港的航班，這些呢都是台南特有的海上觀光路線。海上航線的開啟，那不僅是我們交通上的便捷，更有觀光的旅遊模式。那未來大家可以先來台南漫遊景點，品嘗特色小吃，吃好吃，再去搭船去澎湖享受離島的風情。這個不僅是台南的人文風情，還能夠輕鬆享受到離島的美景，一次滿足城市跟海洋的雙重體驗。你好，是今個歡迎收看8月3號的中嘉台南電影新聞。台灣歷史博物館上新的臨時異動，由清代歷史系副教授，嘛是前台南市文化局長謝淑燕接任館長，常務文化部長李婉親自主持交接典禮，期待新任館長帶領大家的博物館邁向世界台灣歷史博物館。台灣歷史博物館新任館長8月3號交接典禮，文化部長李婉親自南下擔任監交，會中部長先宣達新任館長謝淑燕的報答命令，需要對原館長張榮志手中接下印信，在文化藝文等各界貴賓的見證，正式宣誓將任，場面盛大。看向前方的攝影師也請我們各位以熱烈的掌聲。它是一個能夠把很艱深的歷史化成一個殘民的語言，來讓大家看得懂的。那這次的展覽全部都是看起來非常容易懂，而且是很能夠吸引別人的。那我今天站在這邊，其實我覺得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匯聚整個台灣歷史的起點的一個地方。來到台南，不只有一個館舍，而是我們可以把我們的館舍能夠非常有驕傲的、有光榮的呈現給所有的人的面前，這也是我們另一類的觀光。謝淑燕對台灣歷史博物館籌備期間，就擔任研究人員，一路陪伴見證博物館成為認識台灣的重要窗口。這回責任要讓國際看見台灣在世界地圖上的主體性。我們完成一個更大、更寬敞的庫房，可以收容更多跟台灣有關的文物。那希望在這個2期的計劃的這個支持下，台史博能夠從大家的博物館，然後變成世界的台史博。這個大概是我們整個我就任之後推動了2期計劃最重要的目標。目前，台灣歷史博物館正面臨日益擴建的重要時刻，在政府民間全力協助，都要成為大家博物館，也是世界台灣歷史博物館。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
後一屆電市選戰，國民黨甲民眾黨確定合作，互相支持。其中，台灣民眾黨第一選區議員參選人陳思維甲立委柯忠信聯合服務處得佇新營開幕。高華民眾黨主席黃國昌、國民黨台南市長參選人謝龍介攏共同為陳思維助選。民眾黨台南市第一選區議員參選人陳思維聯合服務處正式揭牌，民眾黨主席黃國昌、國民黨台南市長參選人謝龍介共台出席相聽。手牽手發動選，外界相當關注南部南北下進度。黃國昌講愛護台南鄉親看到新氣象。台灣民眾黨跟中國國民黨在台南這一邊的合作，絕對不是掛在嘴巴上面啊，而是以最具體的行動，讓最優秀的人才可以走進台南市議會。我們也共同支持謝龍介成為下屆台南市的市長。不要忘了4年前市長的選舉，我在新營，我是贏過黃市長的。所以藍白在這個區域，我們一席一票蔡議員，一票陳思維。國民黨在第一選區原底就有2席議員，這回對6席減做5席，為此只有提名蔡耀輝競選連任，保留1席給民眾黨。謝龍介致敬包仔甲贈予陳思維的時陣，當場答應一定愛甲陳思維上立議會，替民眾黨在台南市頂金。西北是藍白合的示範區，那我也很珍惜這一次的機會。西北一直在人口銳減，但是人家都走了，偏偏我來了，因為我想要改變這邊，我想要改變西北。教育出身的陳思維以對守護父親到守護溪壩為競選主題，希望把對家人的愛變做對地方的責任，解決山區人口甲青年流失的挑戰。未來服務處也將推動地方建設，協調中央甲地方政策，持續行日基層，聽鄉親的心聲。台南新聞社採訪報道。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甲中華藝術科技大學聯合舉辦公益講座，已經邁入第13檔。今年對8月1號到9月5號，以身心健康有益，將進行6場的系列講座。今年嘛是拍破慣例，首次加入社區到永康當家裡活動中心舉行，提供市民完全免費的知識充電。第一站就吸引鄉親踴躍到場參加。面對超高齡社會所引發的失智症危機，嘉南療養院顏世慶醫師經點出女性患者明顯比男性較濟原因，提醒大家愛知影提早預防。女性荷爾蒙過低的話，會影響我們的肌肉的量跟骨質的疏鬆。那這個肌肉跟骨骼的話，是負責我們的運動。那如果在肌肉跟骨骼同時減少情況下，會減少你的活動量。所以的話，你會變成說，相對來講的話，女性臥床的比例比較高，因為減少活動的關係。那我們可以簡單來說，減少活動量這個危險因子其實跟事實上是正相關的。所以呢，我們透過這樣演講跟大家提醒說呢，提高自己的運動能力，預防肌少症其實是可以預防失智症的。這場由台南家庭教育中心主辦、中華藝術科技大學承辦的公益講座，今年已經是第13檔，嘛是拍破佇文化中心的慣例，首次加入社區。8月1號由顏醫師拍頭陣，一直到9月5號，每一個拜六攏會佇當家裡活動中心，邀請跨領域的學者專家為民眾解答身心健康的相關議題。第一場鄉親的相當的踴躍，感受大家對健康自我提升的上進心和求知欲。活動中心不只是辦活動而已，它可以讓里民交流學習的地方。我想讓我們的活動中心成為社區居民非常好的一個學習環境，也讓學校的專業知識帶來社區，讓我們的里民可以就近來享受這豐富的資訊，也讓我們的里民更健康。整個家庭要能夠非常的好，能夠健康的經營下去的話，身體跟心理的照顧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們這一次辦理的講座，從今天開始就是8月1號連續會有6次的一個課程的一個帶領。好，那也期待就是透過我們一個課程的話，能夠帶給我們東橋里這邊的社區民眾有一個不一樣的感受。
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甲中華藝術科技大學聯手親近地方，直接將醫療甲生活化真實用的資源帶來活動中心，讓周邊的民眾佇假期就近參與，為身心健康充電。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迎接父親節，為了感謝超人爸爸，台南市東區小東里如何提前用公益市集等活動來慶祝。現場不只有文創的單位、音樂表演，也有親水樂園以及快樂健行，跟大批里民共同來參加，氣氛溫馨熱烈。台南市東區公園公園近來經過創意改造，營造出城市美學的休閒空間。這回小東里為了慶祝父親節，如何提前結合這些公益市集單位，有美食小吃，有文創商品，有心理衛生宣導，也有中價款品上新的K哥巴、五樂等好康賣玻璃仔，吸引這些里民踴躍到場參與。當然，炎熱的天氣，規劃親子水樂園的安全消暑甲活動的相同體驗，更滿足家長的照顧需求，甲囡仔的探索娛樂。我覺得還不錯啊，因為可以帶小朋友出來發洩一下體力，這樣對吧？然後回去就比較好睡這樣。在家裡，父親難得放下工作辛勞，陪伴厝內人踅市集，輕鬆聽台南社區大學所帶來音樂演奏甲歌聲活動，相當溫馨。該活動由議員鄭志傑專力協辦，這民代無分哪裡，嘛攏來到小廳，肯定小東里長辦活動的用心，更希望借此提升社會對父親節的重視。大家都不知道，我跟我爸爸曾順良先生感情非常的好，而且我們兩個很有話聊哈，所以人家都說女兒是爸爸上輩子的情人哈，這句話絕對無誤哦。這個爸爸哈絕對不是超人，但是哦為了家庭、為了生活，也為了子女哈，往往什麼都一肩扛起啊，什麼都勇於去承擔。來維持這個家庭整個的生計以及這個運作這一份偉大的情懷我覺得是我今年定這個主題最主要的意義。同時我們也要趁這機會謝謝爸爸對我們的愛。小東里為了表達對父親的關懷，現場嘛請來小朋友真介意的卡比巴拉彩蛋娃娃現身甲大家同樂，並且用健康操來帶動活力，陪伴平時欠缺運動的爸爸做伙活動筋骨，快樂來進行。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玻璃仔，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配合8月1號原住民總日，為佇安平的全新原民文化據點嘛正式啟用。市府透過開幕典禮，再來充滿原住民文化特色的精彩演出，並且佇各界民代貴賓的共同見證，台南原住民族的文化發展嘛邁向重要的里程碑。在中央原住民族委員會支持下，台北扎哈姆樂園整體建設經費超過7.3億，由中央補助興建，中央甲地方攜手打造兼具文化、教育、產業以及觀光功能的全新場館。市府特別選擇了原住民族日這天正式啟用，不僅別具意義，也象徵台南持續親近原住民族文化傳承，甲多元族群共贏。請開箱，恭喜台北扎哈姆樂園正式啟用。2026年8月1號原住民族日的時候，盛大迎接我們大比這個扎哈姆樂園的開箱啟用。那非常謝謝我們中央原民會的支持，在整個經費中間支持了超過70%哦。那總共補助了大概1億3000萬，能夠打造這個扎哈姆樂園成為台南市也好，南部的地區也好，原住民一個非常重要的活動聚會以及文化傳承
交流的一個場合。在昨天，行政院正式來核定西拉雅為我們台灣原住民的第17組。那今天也謝謝黃市長的團隊找到這麼好的場地，而且可以在這裡來，我們一起來做這個扎哈木的這個樂園哈。希望未來的營運，不管是展示，不管是各項的東西，尤其是原住民的這個文物產業的這個發展，能夠更蓬勃哈。原址自民國93年轉型為扎哈木會館以來，當年肩負原住民族文化傳承的重任，但因為建築老舊、空間不足，市府在1809年啟動重建計劃，並在1811年動工，歷經多年打造全新的大白扎哈木樂園。新館1樓甲2樓規劃原住民特色餐飲、文創品牌甲在地特色商家，並設立工藝甲藝術展示空間。3樓則是延續扎哈木會館功能，目前推出11流轉特典，透過珍貴文物甲影像，傳遞民眾回顧台南原住民族發展歷程。市府邀請民眾走訪安平，感受原住民族文化魅力。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咱台南教育中心在每一檔寒暑假開學之前，攏會舉辦助學特別會，為弱勢學生來募集新學期所需要的教育資源。今年秋季助學特別8月3號，在台南郵局所屬的4大支局同步登場，預備所得將轉送到的助學希望家庭，用實際行動支持弱勢學生會當安心就學。在社會各界企業甲熱情民眾的響應，南台南教育中心的特別會現場結合了真濟愛心的商品，有飯店的餐券、日常食品、生活用品甲日文具等多元的品項，攏是以公益優惠的價格提供民眾來選買。吸引未少的民眾前來以實際行動支持公益的義賣助學。這個助學希望工程，在我們整個家福中心來講，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們幫助每一位需要協助幫忙的弱勢兒童，讓他們能夠達到追求他們品德教育的一個目標。那最難能可貴的，不只是幫他們協助他們完成了教育的目標，更加重要的就是我們大家共同努力，共同成就給他們的，不只是完成了教育的目標，也在他們心中種下了一個善良、感恩的小小幼苗。南台南教育中心婦幼委員會主委楊正達表示，除了感謝所有關心物資的企業，甲啲善心的民眾，同時嘛感謝台南郵局長期提供4大支局公布來舉行助學的特別會。在開學之前，為了讓我們的小朋友就可以安心上學，然後減輕一些家庭的經濟負擔，所以我們很高興，今年也很高興再次跟台南家福中心來共同來協作，來辦理這次的義賣活動。那我們郵局除了今年是提供了4個場地，4個營業場所，然後也提供了一些物資。我們只是希望說，我們這份小小的心力可以結合大家的一個善念，那我們大家一起來積小愛成大愛。無從世代助學特別會現場，除了邀請家福中心設置愛心的義賣單位，義賣所得將協助經濟弱勢的學生順利來就學。另外，郵局還閣設置了反貪、反詐騙的宣導，透過有獎徵答、家己案例分享，教導民眾防止被詐騙。台南新聞李英根採訪報道。為加郭彥秋以記錄生活中的美好作為主題所舉辦的國人畫展，日前在台南五園公會堂來開展。這擺以用水彩加粉蠟筆作為主要的媒材，呈現藝術家對日常生活的觀察加感受，內容包括飲食、人物加自然風景等相當豐富，邀請大家做伙來欣賞。出身佇個嘉義50多歲的藝術家郭彥秋，平時佇個特殊學校來服務，專心照顧家己陪伴的慢飛天使。佇個節日當前，
對着前所有國寶級的老師來學習傳統的彩畫，和愛甲的藝術融入了伊的生活。平時就愛寫生甲的彩畫，一屆總共展出58個作品，有水彩、彩畫甲油畫等。我這一次展出是我記錄我自己生活我走過的一些風景，然後我特別喜歡大自然，因為大自然讓我在工作壓力很大的時候，可以給我得到很大的療癒。所以我這次大部分都是畫我到山上去走，看到讓我感動的那一些風景，然後我經由我的畫筆我呈現出來。然後我希望呢，我這一次的展覽大家來觀賞的時候，可以得到一個療癒、沉靜，然後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給予療癒的力量。藝術家郭彥秋表示，創作對伊來講是一種自我療癒的過程。每一屆的落筆甲的裝飾，攏是甲家己對話當中，互心靈混亂的時來找到平靜。這屆的畫展更加是為了媽媽來舉辦，雖然佇個做畫中等着媽媽來過身，不過媽媽介意花草，一直到媽媽過往以後，完成這幅向日葵，才予伊漸漸行出悲傷。很多都是跟媽媽一起出去玩的一些畫面的一些場景，然後讓我感動畫出來。然後你看身後的這一幅，是因為本來這個畫展是要為媽媽辦的，希望她可以看到，可是媽媽走了，所以那時候心情不是很好。然後我想說，畫展也快到，我必須調整心情，所以我就畫了這一幅向日葵，就是畫完它也療癒了我比較悲傷的心，讓我趕快回到正常的狀態，這樣子。除了對着國寶級的老師來學習傳統的彩畫，為了精進畫藝，郭彥秋佇個2024年，還閣對着謝宏達老師來學習山水畫，對着空間甲着光線的處理更加精進。日前佇個開幕大會，包括謝宏達老師，甲着前所有的公主，以及文化局的專委黃敏華，嘛攏親自到場，肯定畫家郭彥秋的作品。那其實我看到彥秋這一次的作品的時候，記錄生活中的美好，其實非常貼近我自己的心情，因為我也是很喜歡記錄生活事物的人，我很喜歡在旅程過程當中，或者是在忙碌的過程當中，我只要看見我想記錄下來的事物，我有機會我一定會特別把它記錄下來，透過手機，那透過文字等等，因為我覺得那個當下就是我那時候最美的一個心情。所以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其實我非常的覺得非常棒。然後又看到作品內容的時候，尤其除了風景之外，大家有沒有看到彥秋老師有很多屬於比較插畫性的，非常的溫馨，非常的可愛，在他眼中的世界是那麼的美好，那麼的明亮。那我更知道他的工作背景之後，就知道說這絕對是一個內心非常溫柔的人。那從今天踏進來的那一剎，更可以感受到這份溫暖，因為高朋滿座啊。對彩畫、水彩到油畫，甚至還有 Q 版療癒的人物等，每一幅的作品邊啊，還有做畫時當時的心境的描寫。畫家郭彥秋佮用畫筆來記錄生活的片段，將創作當作是臨時生活，感受當下的方式，就親像個展的主題，記錄生活中的美好。在伊人生頭一場的個展當中，唔定要獻予家己的媽媽。當時在個展覽期間，嘛找回真濟親朋好友，過去的同學佮着同事攏做伙回來看展，這就是生活中的美好。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議員蔡麗清結合安南上青公益平台以及真濟愛心單位，以及5位青年里長參選人，共同舉辦父親節關懷活動，號召民眾用實際行動來傳播愛心。過幾天就是父親節，為了讓節日更加健康、溫馨有意義，議員蔡麗清服務團隊邀請到米蘭時尚髮型、英健日常保健、陳康中醫診所、台南市汽車商業公會、123木頭人牛排館、有才企業社、左益洋酒等熱心公益企業單位加入。蔡麗清深深感謝有愈來愈多人共同參與公益行動，也呼籲更多民眾做伙關懷救人，溫暖咱的社會。
安南上清結合公益平台一直有很多的公益活動嘛，不管是物資的捐贈，還是去鄉里的巡迴或是關心弱勢兒童這樣子。那這一次舉辦公益活動的是捐血，捐血長期以來我們有一些配合單位，包括米蘭時尚髮型包括按摩團隊，現在呢越來越多，還有中醫團隊的加入，還有一些義工媽媽甚至來到現場，給來等到的小朋友做一些輔導的這個帶動唱的活動，所以很感謝越來越多的愛心單位持續的加入我們那今天辦捐血主要是呼籲更多人站出來踴躍捐血，來救人一命溫暖我們的社會。關懷活動也結合團隊少年人的創意，除了安排義診、獵靈、經規劃親子氣球彩繪、塔羅牌占卜以及中醫義診等多元公益服務，成功帶動更多民眾響應。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加油加油加油！這一次呢，活動發起最主要是我們5個年輕有活力的里長候選人共同的策劃，所以活動呢比較不一樣。他們還有在這個捐血活動裡面加入塔羅牌的占卜，還有加入氣球手作的活動等等其他手作，就是他們會發揮他們的創意，讓活動變得不要那麼死氣沉沉，更活潑。結果發現效果很好，吸引很多人，更多平常沒有捐血的人來參加我想這次就是年輕人的活力跟創意，也希望大家多多給他們支持，給他們機會。蔡立青服務團隊這次規劃關懷活動，號召真濟親子家庭參與，不僅為會庫補充寶貴回憶，也讓大家在溫馨歡樂氛圍當中，提前度過一個別具意義的父親節。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為響應台南市照顧弱勢優生的施政理念，安南國際青年商會捐贈一台富康巴士，予台南市政府。日前市長吳依婷親自代表收證，並且由青商會長梁永祥接下感謝狀，場面相當溫馨。台南目前有160台小型、1台中型的富康巴士，每一檔提供超過30萬紙接送服務。現在所看到這台新車，正是安南國際青年商會所捐贈，未來汰換車齡超過10檔的老舊車輛。27號，市長吳依婷主持捐贈儀式，並且由青商會長梁永祥接下感謝狀。會中包括社會局長、甲媒合的議員、陳丁等青商會代表，攏到場見證，場面溫馨。到我160部車，一年服務了56萬人，56萬9千人，將近57萬人，真的是這個你可以這樣算，就可以知道它的消磨程度很厲害。所以呢，時需要新車的補充。那所以非常謝謝宏偉珠寶，謝謝安南青商，能夠適時的幫忙我們富康巴士的量能。有人捐救護車，有人捐富康巴士，有人捐消防車，也有人捐警用機車或其他的方式，這些都是幫忙社會來維持我們這個城市能夠正常而且有效率運轉的這個部分。當然，政府也應該編列司機油料耗損的經費我們本來就是要維持這個車隊的正常運轉，來服務我們需要的民眾。每一擺富康巴士捐贈，市長吳依婷一定親自到場感謝，透過政府甲民間協力，讓社會福利甲交通服務資源更加完善。台南新聞管子採訪報道。感謝收看8月3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我是顧文傑，咱再會。你跟我這樣做，1、2、3、4、5、6、7、8、2、
2、3、4、5、6、7、8。3、2、3、4、5、6。同样的是。